我要去搬救兵。对，大哥放心等我一定会成功的。杨家将绝对不惊任何的危险。哈，原来伊是杨家将。 魏将军，魏将军，你去精神吧，魏将军。你，哎呦，哦，魏将军，也真疼死。啊，姑娘，你认唔着人，我唔是姓杨啊啦。你敢唔是杨家将？不，唔是。 你拄则毋是讲要去搬救兵，通好叫恁阿爹甲恁六哥？啊？你哪知？是你拄则魂迷不清的时阵，亲嘴讲出来的啊！你，尤将军，你毋免紧张啦，我叫做温玉英，也是大宋朝的子民，叫要你杨家将忠心爱国，我袂害你啦。 温姑娘，是你来救我？是啊，我出去拍啦，真拄好看到你昏倒伫迄个山边，毋则甲你救起来。哦。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是属于后五大山，又叫做玉峰山，我是这个山祭祭主。哦。 啊对了，温姑娘，啊？我到底混去偌久7天啊。哈？阮阿爹甲阮六哥被困伫迄个城中，我竟然会混去7天啊！温姑娘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不过我现在必须要入劈罗山来去探听救兵的消息。你救命的大恩，等下我日后再报，请。这将军，我有一句话是要对你讲，不过我会阁歹势讲。温姑娘，你有啥物话，做你讲袂要紧啊。 阮阿爹原本是在朝为官，因为受奸臣潘仁美的陷害，才坐死狱中。我毋敢伫家中存身，所以才落草为寇。如果这将军若是无去嫌，我你安怎？
婚姻的大事，要哪用迄讲安尼简简单单就来决定呢？搁再讲，我现在身负重任嘛。我玉英嘛有一身的好武艺，会用帮助你斗阵去讨救兵啊。哎呀，现在所有辽兵四处都是伫要掠我，万一我若无办法逃出这个五台山，死在辽兵的手头，我敢是颠倒会去耽误你？那你是想为倒位去啦？你若是真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玉英愿意为你守我一世人啊。婚事你答应啊吼，那安尼咱斗阵落山。七楼，你看，我有一个伴侣，主找一定是潘林美。一定是伊，行，咱斗阵来去见。我倒要先选问伊看，是安怎救兵来遮慢？七楼，啥啦？你家己去就好啊啦，我无愿意看到潘林美。是安怎啦？因为潘林美是我杀父仇人，伊即马正受皇上的宠信，而且佫兵权在握，我看到伊袂当为父报仇，就真啊痛苦，不如莫去。玉英，你搁较忍耐一段时间。等我杨家将若是班师回朝，迄个时阵，我一定会替恁老爸伸冤。好啦，啊无你若毋去，你就踮咧金蕉树骹遐等我，我家己一个人来去见就好。七将军，老夫知影讲你是后任，来，咱好好来饮几杯啊！干！反正，潘大人啊，咱先来讲公事，了后要啉再来啉，你想啥款？好，你是讲老夫为啥外出兵去五台山救你灵尊是？是啊。哎呀，但你急啥物回啦？坐咯。老夫本是身为李老元帅，长效10万的湘军呢，保证会当打进五台山，救你灵尊出魂啦！是安尼啊？来，啉，干杯！干就干嘛。哎，来，是讲潘大人啊，皇上回京都已经遐尼久啊咧，啊是安怎救兵到这个时阵才来啊？哦，所以，七将军，这是点啊小误会啦。但是老夫得讲你知，咱啉，啉就来嘛。哎，七将军啊，在边界所在，人拢知影，杨七郎是千杯不醉啊！来，七将军就这种教诲啊！哦，对，安尼对。啉。